今天不会练。你看第一条是怎么唱的？好，调到好，到底，对啊。来上一下。我把吞论天好兄弟，满能万国中，一爱一肯的国基督，所求也无求索。啊？第二条那个比较知道。254A， 你没有周报啊？254A， 哎，小贾，小贾。
这是要开始今仔日礼拜，请奏乐。已经有做干净到侪侪，亲像云咧围咱，就着放落逐项的重担，甲快快填办咱的罪，用吞忍来行所安排伫头前的路站，着自行看耶稣，就是神的源头甲路尾的。下面咱要唱圣诗第13首，我八点来听候上帝，会众请起立。请咱继续起来，用信仰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一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必落林内受苦，定是假死埋葬罗永虎。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们来交读启应文第12篇。启应文第12篇，这是按诗篇46篇来，我来替大家来引。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烂，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应。有一条河，伊会开叉，互上帝城欢喜。上帝伫迄个中间，城的确袂摇动。日邦哗哗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我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三吨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我伫咧。下面咱来三角祈祷，听世间人的主耶稣基督，享受恩典的主，以及将永远的安慰以及美好的愿望赐予咱的天顶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暂时放落世间一切羁绊，来到圣殿朝见你。愿通过敬拜，互阮的灵得到饱足；愿你的话语得到启示透放。搁一摆对你的遐来得到快乐，而且享受伫主内面真正完全的平安、甲喜乐、甲愿望。亲爱的主，伫这考试的季节，阮回来要主地准备考试，无论是升学还是机构的考试，愿你的灵甲因同在，有好的准备，伫因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的时阵，有上帝你亲自的带领，也互因知上帝你是永远的牧者。亲爱的主，昨甲今仔日教会牧长、长职以及团契同工，伫新竹圣经学院召开退休会，帮助因会当看重上帝伫不同的职务的呼召，也伫检讨计划事工中，有上帝你的灵带领，看无家己，只有成全上帝你的旨意，互建成教会伫遮会当诚做光、诚做盐，领人归主。也因为正当讲的付出着磨，得到上帝你的阿乐甲祝福。亲爱的主，面对世间的混乱，对方不断武力的威胁，未免互阮惊吓不安。但有一项事，阮真清楚，乃是上帝你犹原是这块土地总管者，你会继续祝福带领这块土地的人。阮也恳求主你赐福执政者。好人民行公义，甲上帝同行。亲爱的主，阮嘛要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愿你圣灵运行伫遮，互讲的、听的，频频得到利益。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咱的圣歌队要来献诗，主目看耶稣。
下面咱要来攻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两位马太福音14章22节甲33节，16章13节甲20节。伫咱周报后面也嘛有印。咱先来读马太福音14章22节甲33节。迄随时逼学生上船，大乘过去迄边，听候因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船伫海中，风影摇掣，因为是对头风。明是圣经，耶稣对海面行，就近伊。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念伊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你要爬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啥事要伊，因上船风就停。船里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3节甲20节。耶稣已经到革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的学生讲：人咧讲，人子是几岁？伊讲，有的讲是囝洗礼约翰，有的讲是以利亚，阁有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几岁？西门彼得就应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耶稣因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有福气啊！因为血气、肉体拢无指示你，就是我伫天里的爸指示你。我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阴府的官役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既然你伫地里绑你的，伫天里也要绑伊；既然伫地里绑的，伫天里也要绑伊。迄时就敬戒耶稣。无得甲人讲，伊是基督。愿听耶稣的话，搁去行的人会得到福气。下面进度咱要看听季牧师伊的题目是“转身看耶稣”。大家平安。愿主甲恁伫地，也甲恁的心神三甲伫地。真欢喜，感谢咱主任牧师黄志伟牧师吼，伊安排，互我伫今仔日会当回娘家啦，吼，感觉真兴奋吼，会当甲咱所听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真感谢主吼所以我今仔早早就起来吼，等袂天光，就讲感谢主，安尼。虽然咱的中州拢出去灵修会吼，毋过咱安尼今日参加的人嘛，还佫真济吼。圣歌队的阵容嘛是还佫吼，唱了足水的诗歌。圣歌队吼已经甲咱吼大声做用诗歌水的声音。甲咱讲一篇真水的讲道啦，吼！咱已经有领受安尼一篇真水的讲道，吼！感谢主。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来参加礼拜，你的目的是啥物货？咱参加礼拜吼，就听讲道、吟诗、读经、祈祷奉献、信徒交谊、祝福，佫分享爱餐，吼等等。但是上个重要是啥物？咱是要照着礼拜仪式来敬拜独一真的上帝，告别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是咱的救主，圣神是咱的保惠师。
所以咱礼拜堂吼，这个讲台顶面有3样的设置。第一个就是12架，哦，12架。第二个就是这个讲坛、讲坛，哦，啊，第三祭坛，哦，这个祭坛。所以这3个拢是一个信仰的象征啦，吼。12架，咱看到12架，代表4种的意义啦，吼。第一就是讲12架，啊对了，代表上帝拯救，耶稣基督为咱受罪，正对赎的缘故，伫到十字架顶受苦受死，所以代表是上帝拯救。第二呢，十字架表明讲上帝为世间人的罪啦，亲自受苦。伊派耶稣基督独生的耶稣基督，为着咱来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是上帝亲自受苦。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受钉死、受苦、受惨死。啊，实际上是上帝伊家己伫耶稣基督内面，甲咱同受苦。第三，十字架代表讲啊，即个罪洗净，罪恶都洗除了，规身躯拢是充满着罪恶的污秽，跳落去即个圣神的即个活水洗落去，基督的宝血洗落，拢清去啊。非常的洁白，哦，啊，佫是代表讲罪得赦免，罪得了赦免，哦，啊，第4样呢，十字架代表什么？迄个德性甲权柄。十字架表明讲上帝伊的权能，伊甲这邪恶、邪恶抗争，这邪恶要设计。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是咧无罪人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咱说，上帝赢过这邪恶的溃烂，并且最后说嘛，死埋葬落一幕，第3日对死人用告发，表示讲上帝战胜死亡，战胜死亡。所以向世界人表明讲，上帝制服这邪恶的溃烂。啊，伊有权柄来掌管对性命的权柄，赢过死的权势。啊，讲坛吼，讲坛代表讲上帝的话是咱活命的溃烂。吼，这个诗篇119篇吼，105在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吼。第3个就是讲祭坛，啊，祭坛，吼，啊，这个祭坛是圣餐道，吼，啊，表明讲耶稣基督伊正对赎罪羊羔受抬，啊，来献伫这个祭坛顶。所以咱守圣餐的时阵，上顶讲象征啦，吼，咱食伊的肉。甲啉伊的血，有分伫耶稣基督的性命，吼，所以成做基督的共同体。所以啦，咱嘛爱学基督，咱献身做活祭，献咱的心心灵做活祭，吼，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吼。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主你的恩典。今早起，阮到主你的圣殿，阮要来敬拜你。阮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阮坦然无惊，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领受主你的话，来感谢主你的恩，愿你将你的话放入阮的心内，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今日经文。耶稣问伊学生讲：“若是恁讲我是什么人？”耶稣嘛是要甲咱问讲：“若是恁讲我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要选择信耶稣？啊，当咱向即个羊条外，就是教会外，而且朋友，还是讲亲人传福音的时阵啊，往往咱的亲友会甲咱回应讲啊，宗教拢是劝先啦，信什么教拢共款，敢是安尼？敢是讲真正信什么教拢共款？那真正安尼咱毋免传福音嘛。耶稣嘛毋免讲，甲伊学生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听。互爸囝信神的时，名赶紧行这里，互因规日爸囝信神的名。有一本漫画书啦，这漫画书就是八楼推的连环漫画书啦，互咱会通来思考信仰的功课。这个作者将这个八楼推比如过做人生的一场的竞赛。亲像这个保罗先生伫腓立比3章13节到14节讲的我只有将士袂记咧过去，向头前所彩票的标直直来走，为着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我备办迄个天顶的赏，迄个对顶面来活命。这本漫画故事拢总嘛足简单，有5张图。第一张图就是有一个婴咧学行路，咧学行，咱拢有这个经验。这个婴伊就安尼来行到伫这个楼梯的边伫遐说，边的人就来甲鼓励。好，你甲看咧楼梯的第一感，当这个婴仔看到第一感的时候，哇！大家拢会哇，真欢喜，感谢主。这啦，婴仔就开始用伊的手来踏入人生的竞赛，向着人生的道路开始来踏入第一步。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讲一个小学生。小学生，伊爬这个楼梯的速度真紧。边的人嘛一直甲鼓励，讲哇，真好真好。伊所爬过，伊的速度大家拢甲强好，并且是充满着懊恼甲感谢。伊嘛足认真一直爬。第三张图是一个大学生。这大学生伊追求学问甲理想的美好的生活，伊尽力要追求迄个光明的前程。得到真侪人的懊恼。无偌久，这大学生伊成做一个安尼社会上真热门行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行政人员。伊继续搁咧爬，向顶头爬。摕着伊的手提包，伊穿插安尼，一个整齐大方。众人的声音嘛继续鼓舞伊，为着伊的成就恭喜。第四张图是一个中年人，这中年人爬楼梯的速度有较慢，但是啦，伊嘛是充满生命的动力。尽力奋斗，向着楼梯的迄个最后的迄个奖赏迈进，毋茫会当得到伊所想象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所以一路伊已经得到真侪这成就、荣誉、感动人的人生经历。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毋是伊所期待的结果。
第5张图就是最后一幅图。这幅图就是讲，迄个楼梯的上顶悬。每一个人对学行路开始，一直到尽力来爬人生的这个楼梯啦，人生的竞赛。到伫即个时阵啦，这人已经是渐渐无气力的一个老大人，抱着极大的期待，伊可能已经到终点，但是伊看见讲，即个人生楼梯的终点咧，伊感觉非常的戆硬，非常的惊慌、失望，面色暗淡。伊亚现的双眼充满着无限的绝望，因为楼梯的上顶悬，空空无半项。伊真绝望来问家己，讲我安尼尽力拼命来奋斗，我一生敢才安尼尔？伊选唔着楼梯，爬错梯子。亲爱的姊妹，宗教拢是看见信心的教，殊途同归，拢同款嘛。其实，咱也选择信儒道佛，甲民间宗教。这个生命，咱知，这个生命拢是上帝创造的被造物，互咱甲神格化，亲像太阳光这个太阴娘娘、月娘，山水动物，历代各样这英雄将军，这拢是人，咧拜人，拜过往的人，也是讲受创造的物，但是选择信基督教，就是敬拜的生命完全无共款。咱圣经66本，咱了解讲，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恁的上帝是做啥物款？咱会通讲，我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独一真的上，真的啦，毋是假的。只有一个。第二我的上帝无限，伊家己存在。无人甲创造，伊嘛永远存在，他永远存在，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第三，我的上帝创造主，宇宙万物拢是伊所创造，除了伊本身以外，宇宙万物拢是伊所创造。第四样咱的上帝嘛是人格的上帝有目睭，有耳孔，伊会受气，伊会欢喜，所以咱祈祷，伊会通听咱的祈祷；咱吟诗，伊会通听咱的吟诗，听咱的学老。咱行毋对路，行错误犯罪，伊有看到，伊会圣神来启导咱，互咱会通活当心来归向主。所以，伊会当监察人的心思意念，好歹拢咧监察。第五项，咱的上帝是毋是邪恶的慈悲疼痛的上帝。即个无条件、无私的疼痛的上帝。咱是做罪人，咱无啥物功劳，白白疼咱，赦免咱。第六。咱的上帝是至权至尊、神圣超越的上帝，所以伊面对上帝的时阵，伊惊吓咬咬喘、屁屁喘，那就面对迄个高压电的面前，所以选择爬其他宗教的楼梯呢，顶悬空无半项啦，选择耶稣基督，咱基督教的这个楼梯呢，
顶悬是永远的活命，最下面永远的活命。啊，耶稣伫一个财主的故事吼，即个路加12章13节到21节。啊，即个财主吼，伊足拍拼，啊，伊的即个吼产能嘛拢足好收，所以啊，伊就想我爱来扩展我的建设，起更较大的仓库，啊来抵我的即个财物。但是啊，上帝拍断伊的计划。上帝讲人啊，今暝我要收你的灵魂，所以伊煞毋知讲，我永远都无命啦。所以伊虽然是物质上伊是一个富裕的人，但是灵性上，伊无因着伊的将来来准备。财主爬毋着楼梯。即个财主尽力来爬人生的楼梯，人生奋斗，但是最后发现讲，楼梯的顶悬空空无半项。马太16章13节到20节啊，记载讲耶稣带着即个门徒啊离开加利利的境内，啊离开人群，离开希律的关区，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关区。啊，这个事实强调讲，耶稣甲学生的一个对话的重要性。耶稣伊的传道生涯中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伊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来问伊学生：恁讲我是几岁？啊，众人对耶稣的教训，甲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拢感觉安尼真神奇，啊，因真羡慕，真懊恼。每一个人拢咧问，啊，这个人到底是甚物人？这个家己称作讲伊是人子的人，到底是甚物人？啊，耶稣问伊的问题，人讲我是甚物人？人讲我是几岁？这好像提出一般人所咧讲的答案，啊，毋过这个答案毋是门徒因家己的答案，因是敢若重复一般人对耶稣的了解。所以因列出一个名单，讲有人讲啊，你就是行色的约翰，告我的行色的约翰，吼，某人讲，你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伫伊个时代有行神迹，并且嘛应允讲伊要搁再来，末日伊要搁再来，吼，啊某人讲伊是耶利米，耶利米伊伫伊个时代，安尼真严格责备遐个。宗教信仰腐败的这百姓，所以换句话来讲，真侪人看见耶稣，但是因并无真正的认捌耶稣。咱知讲，一贯道人伊嘛拜耶稣，伊拜足地神啦。啊，耶稣伊嘛咧拜，吼。啊，这个回教伊嘛是尊重耶稣，毋过伊甲耶稣当作一个先知。一贯道伊嘛是，耶稣是神明中的一个啦，遐个假神明的中间的一个。所以，这人讲因敢若是相信耶稣是先知，吼，啊已经倒转来一个先知啦，吼。啊，如果是安尼咧，耶稣伊就毋是上帝的囝，吼，伊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啊又惊真侪遮奇妙的事啦，吼。2000年来。咱人类一直不停咧问讲，耶稣是甚物人？对拒绝甲相信，对无道甲决志，常常有一段距离啦。我一个会友，有一摆吼，因老爸是民间宗教虔诚的信徒啦。啊，有一摆伊的老爸破病来住伫三总，啊，我就去来探望。啊！我逐摆甲讲，林先生，来牧师替你祈祷。讲牧师毋免啦，你祈祷你的，咱宗教无共款。吼阮请我来，恁请你的，无要紧。结果伊住2礼拜，2礼拜就渐渐好起来啊，就要出年啊嘛。我去，我讲还问呢，讲牧师，讲林先生，你要信耶稣？我袂，我要信耶稣，啊要洗了袂。我讲
我叫这中级来啊，带病房甲你说好无？啊是你要来教会？我要教会。哦，结果说咧是哦，20外个这亲友拢来。哦，啊伊这亲人嘛，后来有继续有几个亲人来信主，所以讲真正无共款啦，吼。我一个朋友，因爸嘛是出子的，啊，伊拢毋敢甲讲，都毋知要哪讲你来信耶稣啦。啊，毋过因也袂足好，我讲你是匿名基督徒，吼，无穿制服，无挂名的基督徒。啊有一个破病吼，啊足严重啊！因囝讲爸，我要甲你讲一个足严肃的问题。阮拢信耶稣，后摆拢去天堂。啊，毋过吼，你无信，后摆咱无共所在呢。我要邀请你来信耶稣。伊讲，我早就准备好啊，等你邀请。好，伊带一条讲，好。伊拢毋敢甲因爸讲，结果一个讲因爸讲伊早就准备好啊。讲这是嘛圣神咧做工啦，毋是人搞啦。啊，这个门徒吼，因耶稣呼召因，因就放弃因的工作来跟随耶稣，拢总3年久。所以因相信耶稣的应允，顺探耶稣的呼召，接受上帝的启示，认捌主耶稣基督。安尼，现在耶稣爱因告别家己的时阵已经到。耶稣讲：若是恁讲我是甚物人，西门哦，伊定然就好，伊讲话足紧啊。伊拢代表门徒来讲话啦。伊安尼。真明确，随时反映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彼得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呢。啊，耶稣问即句话讲，好，伊安尼真坚固，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煞接耶稣对彼得讲4句足重要的话，吼，互彼得吼。伫教会历史有真大的领导的权柄甲影响。第一句，马太12章17节，耶稣讲：西门巴约啦，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上帝启示人有2个方法，第一个普通启示。自然启示，等普通启示、自然启示啦，吼。通过自然界，通过宇宙万物的万象，互咱知讲，这个世间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这个世间一定是有一个上帝，所以咱就想，我要来追求，吼，追求这个宇宙超越的这个创造主上帝。这是通过自然界，啊，通过一般万象。上帝启示人有伊的存在，好。第二方面是特别启示，吼，特别启示，特别启示就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知影讲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我是罪人，我甲上帝关系歹歹，我甲人的关系无好，上帝耶稣基督是我的中保，通过耶稣基督的。即个救赎，我甲上帝和好，甲人和好，我的心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迄个喜乐亲如泉水对我的内心不断的涌出来，无论是困苦、艰难、欢喜，迄个欢喜共款，未受到影响。迄是对上帝来，对圣神来欢喜。所以，即个耶稣甲伊讲。你这是天父甲你启示，你才会知影讲，耶稣基督是主啦。啊，若无一般人拢着啊，你是先知嘛，先知中的一个嘛，啊，你先知的中过来。所以，教会就是对上帝领受这个启示，啊，咱有维护真理的一个责任。教会有维护真理的责任。
彼得毋若是认捌耶稣是一个先知，并且伊知影讲，伊是上帝的囝，道成肉身，伊是上帝成做人来到这个世间，吼。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信仰告别，对上帝启示来的信心。正如保罗先生家己的见证，伊原来是叫做扫罗，伊骄傲、自我中心，伊是个经学士，是一个法利赛人。伊伫遐滚着基督徒，但是转变成做基督徒。耶稣基督呼召伊，伊一生为主尽忠到死。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伊讲：若毋是受圣神的感动，无人会讲耶稣是主。真正，咱今仔日嘛讲耶稣是主，这是圣神的启示啦，毋是讲咱神学读足济，毋是咱圣经看真济。是上帝本亲自的启示，所以彼得信仰告别，其实就是上帝透过彼得的嘴所讲，对这个甲彼得讲，所以耶稣讲，甲彼得讲，你真有福气，因为上帝直接甲你启示，你真有福气啊。第二句话。马太16章18节，耶稣对彼得讲：“你是石盘，我要你是彼得，彼得意思是石盘，讲我要伫这个石盘顶面建造我的教会，阴府死亡的权势袂赢过伊。”所以伫这个大公教会，因相信讲主耶稣甲彼得讲，伊有一个教会属灵的权柄。所以，彼得伫初来教会是当做一个领袖，大公教会嘛甲彼得认定是第一位的教皇。西门伊本来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人，情绪容易冲动，耶稣的性命彼得，就是石盘，借着上帝恩典。要互伊成做上帝建造新时代教会的一个条石，一个磐石。所以耶稣知影讲彼得的软弱，当耶稣受难，伊要3摆毋认主，但是后来耶稣互伊有机会，佮悔改回转转来，激励伊的谈判。后来伫这个使徒行传嘛记载讲，彼得是正做教会公认的领袖，彼得正做教会第一位信仰告别的基督徒，这个信仰正做咱基督教会的一个信仰的基础。第3句话就是马太16章18节。耶稣对这个基督的教会应允讲：阴府死亡的权势，拢袂赢过伊。咱知影伫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讲阴府阴间是死人住的所在。你若是进入这个阴府，进入阴间，就永远受关伫遐，无法度阁出来。所以，耶稣宣告讲，伊赢过死的权势。耶稣受定是那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伊到这个阴府，但是赢过死的权势，伊讲话。这个经学书是认定讲，因是摕到天国的锁匙。毋过咧，因是要开门的哦。这个经学书因却甲这个天国的门甲锁起，但是耶稣来，伊甲这个天国的门甲拍开，使我教会的官兵，
既然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为着因来拍开天国的门，互因的罪，甲即个对罪甲死的关系来得到拯救。但是若拒绝毋是呢，上帝的话就要定因的罪。所以马太约翰3章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献入世间，互今日信伊的人袂得人，袂得着永活。第4句话就是马太16章19节，耶稣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里嘛会禁止；你伫地上温准的，伫天里嘛会温准。所以耶稣对彼得讲这话，使互彼得领导教会官兵，来激励正教会忠心军队主。咱知影讲，这个事以后吼，咱知影讲彼得以前情绪冲动，吼，因伫克西马尼园，彼得压倒起来，攻击大祭司的一个奴仆。了后，耶稣受审判的时，伊3摆毋认主，然后佫向主来忏悔。所以后来彼得就是成做初代教会伟大领导者。最后彼得，伊伫罗马政府困着基督徒的时阵，大家逃走，但是彼得走入去罗马城。伊受了为主顺道，该定十字架。但是彼得要求讲：我袂堪要甲我的主共款，你头壳甲做下底，倒掉定，为主来顺道。所以耶稣讲这话，今仔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意义？耶稣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伊的问道：恁讲我是几岁？经过2000年，教会发生真侪新约技术，教会复兴，但是教会嘛有发生败坏黑暗的时期。今仔咱必须用这个话来问咱家己：主耶稣这个话，今仔日对咱有甚物意义？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必须伫逐工的生活中，将这个话放伫咱的心内。彼得成做一个伟大使徒，因为伊自身看耶稣，伊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囝，是伊的主，所以伊真确定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咱知伫后来伫《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讲，五旬节降临的时阵，彼得讲道，迄一天有3000多人信主。当彼得宣讲，伊是宣讲上帝的话。毋过教会伫发展伫中世纪后期的时阵，教会问题常常讲人的话啦，自行看传统，取代圣经。所以伫15世纪、16世纪教会本来是真兴旺，教会陷入伫黑暗的时期，因为目睭离开耶稣，因自行看圣道、看教皇、看祭司，教会内面真无容易找到耶稣。彼得成做教会的领袖，因为伊只有宣讲上帝的话，自行看耶稣。伫即个马太14章22到33节，伫遮记载讲，耶稣用摕5个饼2尾鱼祝谢，互5000人食饱。然后耶稣叫个学生讲：恁先坐船过去对岸。耶稣留咧伫遐来即个遣散群众，或者个群众倒转去。了后耶稣上山祈祷，
耶稣常常上山祈祷，通眠祈祷上帝。所以耶稣伊是正做一个模范，伊会开了对上帝来。所以当天要光的时阵，耶稣行水面来就近伊的学生。这个学生因为季风啦逆风，所以迄个船安尼摇来摇去，就是这个风影真大，所以学生真惊。当彼得看到耶稣的时阵，伊甲彼得讲：“若是主，安尼用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彼得自信看耶稣，马上对船顶跳落去，拢无可能跳落去伫水面行就近耶稣。但是后来伊的目睭无再看耶稣，伊自信看到四周围这个风影较大浪，所以伊开始惊，失去信心，就开始沉落。但是当伊搁一摆自信看耶稣，我主啊求你哦，耶稣随时甲伊求你讲，小心的人，啥事要你，互彼得脱离危险。所以彼得搁一摆体会讲，真正的快乐是对上帝来。亲像这个诗篇121篇第1节甲第2节讲，我要行目往山，我的帮助对倒来了，我的帮助是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对过去到伫今仔日，教会复兴的动力是来自上帝的帮助。当教会眼光离开耶稣，注视伫即个俗世暂时的事物，教会就开始沉沦。自神看耶稣，教会就开始兴旺。我退休了，常常有机会受邀请，因为咱有足侪无牧师的教会，足侪无骗牧师啦有的人是歹骗，有的人是无骗。有的是骗牧中，咱台北甲7星中会，差不多20间以上，20个到30个，有的人有的教会佫较少，或者会做的弱小教会啦。这弱小教会有一个教士你看伊个教士，过去拢捌安尼真兴旺，超过100人，超过100人聚会但是今仔日变做20-30个，安尼几个家庭安尼，伫遐咧聚会，变弱小教会。因家己讲，因是弱小教会啦，因袂记咧过去因是一个真兴旺的教会。咱来回想过去，讲这个教会咧设立的初期啦，无钱对无？嘛无人，没钱没人啦。阮来学伫迄个大有公园遐有一个迄个信友堂，中华长老会信友堂。伊拄开始的偌侪人入来，个位数，就是真正安尼。即摆已经1000多人，所以这教会真正开始是无钱无经费啦。但是上要紧是啥？因为大家拢同心合意，自神看耶稣，教会渐渐兴旺。对个位数渐渐一直成长到超过100个，但是教会兴旺了，因为聘牧师，因为选长日，因为种种事工的配合，教会纷争，互相对立，大家目睭渐渐离开耶稣，教会真无容易找到耶稣。渐渐真做今仔日的弱小教会。
真感谢主啊！我定讲吼，建成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典型的教会啦。该有的都有，对主日学、少年团体、青少年团哦，甲社青、雄女、妇女，哦，社区的事工，该有的都有。真正是一个真典型的一个教会啦。这今仔所谓的弱小教会吼，必须爱反省的重点就是啥？就爱自行看耶稣。真如腓立比书2章1到50所讲的，吼，讲恁有甲基督结连，得到激励哦。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恁有甲圣神的团契，圣神有团契，佮有经验上帝慈悲甲怜悯，恁爱有上款的心智，上款的疼心，和谐的情感，一致的想法，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就啊，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逐人毋通干那顾家己事，嘛爱顾别人的事，最后讲，恁着有耶稣基督的心智，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自行看耶稣，教会就会当得到幸福。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今日通过14章到16章，马太10章、16章，吼，咱学习。自行看耶稣的功课，耶稣伊毋若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宗教领袖，伊是基督，是真活上帝的囝，是咱的救主。当咱逐工自行看耶稣，并认定伊是咱的主，咱的生命的确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咱的活命会充满着活泼的快乐。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爱上帝，感谢主你的恩典。阮是罪人，通过耶稣基督，你来救赎阮。阮单单信靠耶稣基督，阮的罪得赦免，称做上帝囝，甲你福到好好的关系。并且你得到主你的应允活命的应允，我们感谢你帮助阮，逐日时刻自行看耶稣，坚定的信心，认定你是阮活命的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唱回应诗圣诗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会众请起立。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感情道理，大
是奥应有给，是奥应有给，是奥应有给。耶稣尊名真为必有，我在救主圣血，我在救主圣血，身体灵魂靠耶稣。我尊的高摩耶，我尊的高摩耶，我尊的高摩耶，神破耶，兄弟民权。救主进我前面，救主进我前面，天别走，我旁边，应点天天星星。应点天天星星，应点天天星星。阿门。会长请坐，下面奉献，咱请同源。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会长请坐。下面咱要进入讲道，讲道的事项有记载伫咱的周报。第一，愿真理的圣灵保守、引带啦，凡属上帝囝儿，无论伫什么环境，拢会当袂摇动的信心。第二，为了基体，来代祷，陈王南、王甘基、陈德明、刘秋敏、曾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辉、赖胜雄、胡玉美、杜娇、陈秀荣、郭长美、郭仁杰、林文成、林以诺、刘惠忠、李碧莲、张宏龙、萧煌信、李雅娜、陈怡君、郭独博、陈周健、杨志坚。第三，咱为着咱
6月29到30中一动工退休会的装备，因目前伫个新竹圣母学院为着暑期儿童青少年的营会的筹备来带导。第四，原子数落智慧、磨练甲能力，互台湾会当同心处理两岸的关系，往上帝所欢喜的方向来努力。请咱压头来祈祷。主，我们将回来拄着病痛兄弟，交伫你的手中，愿你医治，愿你病痛中犹原有你赏赐的平安伫因的心中。心内痛苦的人，愿你圣灵的保卫师甲因同在，靠主来坚强。阮也要甲忧伤的人同忧伤。最近教会失去两位信仰的长辈，因一生好行大，得到咱怀念来学习。求你特别甲遗族三角地的无过头的忧伤，犹原靠主行因人生的路站。这时，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讲：阮的天灵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高临教，你的旨意下临亲像天灵，亲像阮下面讲阮的人，无因做阮的气，叫咱住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下面今日报告。今仔咱真欢喜，咱是合堂礼拜，咱特别感谢季牧师所带来激励人心的信息。我代表教会甲谢多谢。愿主赐福保守季牧师甲季牧师娘的退休生活。我甲大家报告，伊的退休生活真精彩。因为伊够疼人，也够疼伊的同工，所以伊的邀约不断啦。像我要招伊食饭，差不多爱1个月前爱排队才有啦。所以伊真精彩。伊若世界行真侪所在，行到无所在，差不多10月要去云来会回到国家。请咱为着因的因为因的疼心会当得到因真好的退休生活。第二，咱6月29到30本会举办中级的同工退休会，全体中级团体会长、干部甲家属拢参加，有39人，39个人伊下晡就会转来。地点伫新竹圣经书院，敢若真精彩啦！讲甲昨甲11点外，大家搁咧开讲真好的交通。第三，下主日7月初7荷塘礼拜，主日爱餐后将进行全教会大扫除。扫除的区域甲分别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甲各团体的内，请各团体的会长带领伊的器友来负责因的区域的扫除工作。所以咱后礼拜会当穿较轻松的衫，迄个酸椒甲手指毋好挂来万一甲尔碰见就歹势第四，7月初7礼拜结束后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议，请儿童主日学老师摕到餐以后参与会议，地点是1楼。第五，近日
近日教会空间的使用，请留意下列的时段：7月13早起咱的清洗水塔；7月初5、初8下午3点消防安检，下午4点教会消毒。7月初9教会无开放。第6，请各团体会议开始整理上半年度的财务收支报告甲账册，预计7月份将相关的资料交付查账人员查账。第7。2024年第3季7月到9月，新安公的读经手册已经送到，请伫1楼交代所，咱家己自由索取。以上报告，方言明细若有订单，向咱的干事也是会议来补充。上营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会众请起立。愿恁得到上帝大恩，成做上帝所疼痛的家儿。愿圣神的家子成做恁做基督徒的标志，成做恁做基督徒的记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